喺現時社區大眾對殘人士冇具體認知之下，當自閉特色人士喺社區任何因素以致出現行為同埋情緒問題，往往大眾就唔會深究因由，而將自閉特色人士出現情緒及行為問題視作精神問題。大眾於是就打3條狗，而該自閉特色人士最終嘅下場係坐監就入精神病院㗎啦。好多人咧都唔會知道，原來平常人習以為常嘅聲音環境同埋人哋嘅語氣都可以造成自閉特色嘅情緒不穩㗎。大眾對自閉人士認知唔係好深入，可能大眾咩情況下會感到暴躁呢？就係遇着厭惡嘅噪音，但係可能自閉症人士佢哋可能啲好輕微嘅聲音，令到佢哋感到非常之唔舒服，而引致過激嘅行為情緒問題嘅時候，大眾佢哋係理解唔到㗎，可能會喺輿論上面啦、態度上面啦，就會有唔好嘅反應，甚至乎因為以前尤其是80至00年代入職嘅童工，佢哋嘅就學時代就係